Just 点亮，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今天是藏历2144年9月7号，公元2017年10月27号。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严重关切西藏环境恶化问题；达赖喇嘛尊者出席全球和平会议；司政罗桑森格致函祝贺新西兰新任总理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获选；达赖喇嘛尊者对刘晓波百日祭表达敬意；西藏人权组织发表报告，指出拉入5名佛学院遭严重破坏；西藏儿童村学校举行57周年校庆。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西藏自然资源开发的步伐已达到疯狂地步，而西藏人民却无权保护自己的领土与环境，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西藏的自然资源和经济利益向外流失。10月7号，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主办的550战略规划会议上，重申了对西藏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关切。达赖喇嘛尊者指出，由于世人缺乏了解和疏忽对生态环境和自然规律的知识，导致全球变暖，从而带来异常气候变化和特大的自然灾害。西藏的生态恶化当然也是由于过度开采矿物、建立大型水坝和城镇化等，导致冰川融化、草原沙化、湿地消失等种种灾难，且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尊者进一步指出，人们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对西藏的森林进行大规模砍伐和开发矿产资源，是人类破坏环境的一个典型例子。这将严重影响到西藏人民的生存，乃至整个亚洲的生态环境。尊者强调，印度和其他南亚国家都依赖于源自西藏的河流，而这些国家的人民有权表达对西藏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关切。另外，达赖喇嘛尊者也在上述的会议中回答了与会人士就藏中和谈提出的问题。尊者指出，藏中间肯定会有一个互利的解决办法，但是尊者也表示，中国当局需要知道，目前对西藏所实施的政策永远无法解决西藏问题。藏中和谈只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得到解决。此外，本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受曼尼普尔邦议会议长的邀请，出席了在该邦首府英帕市会议中心举办的全球和平会议，包括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宗教领袖和相关专家学者也出席了会议。达赖喇嘛尊者在当天的会议上发表演讲时指出，作为一名佛教僧侣，我相信所有主要的宗教传统都可以帮助人们获得内在和平。这些信仰也许会透过不同的途径与观点，有能力对人类带来更多的利益。达赖喇嘛尊者呼吁年轻一代印度人不仅对现代教育，而且对古印度文化也要引起重视。尊者指出，现代教育制度太过于注重外在物质发展，而古印度文化对思想与情绪的培息，向人们呈现了如何培养内心的和平要义。在提及有关下一世达赖喇嘛转世问题时，尊者表示，早在1969年就清楚地讲到，是否需要15世达赖喇嘛，最终由广大西藏人民来决定。2011年，我也讲到，我的年龄到90岁时，将同西藏各教派领袖及民众代表共同讨论下一世达赖喇嘛的转世问题。与此同时，10月20号是已故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100日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公民力量和人权观察以及自由之家等多个人权团体为缅怀刘晓波先生的生平伟绩，于10月19号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联合举行了刘晓波100日祭追思会。当天，达赖喇嘛尊者也通过视频表达了敬意，指出作为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有责任表达我的祈祷和感受。
我非常钦佩刘晓波先生在道德原则和民主方面的坚定立场，并强调，虽然刘晓波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精神将永世长存。接下来，请看第3则消息。现年37岁的新西兰反对党工党领袖阿德恩近日成功当选为新任总理，成为新西兰150多年来最年轻的国家领导和历来第3位女总理。得知这一消息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致函祝贺阿德恩成功当选为新任总理。司政罗萨桑格在信函中指出，新任总理阿德恩是世界各国女性的鼓励，并钦佩她在重要问题上的发声，如人权问题和妇女权利等。同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执政联盟在日前的全国选举中再次获胜。司政罗萨桑格也致函祝贺首相安倍晋三在选举中取得胜利，并指希望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政府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以非暴力中间道路政策解决西藏问题。另外，本周四，自由西藏和西藏观察组织联合发表报告，指出来源于美国卫星数据公司阿波罗地图的卫星图像显示，西藏拉鲁五明佛学院周围的房屋已被拆除，道路被扩宽，寺院周围有明显的空地。该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对中共当局施加压力，使当局停止拆除和破坏拉鲁五明佛学院。色达拉鲁五明佛学院于1980年由法王吉美彭措创建，1987年班禅大师亲自致函色达县政府，正式批准成立色达佛学院，并赐名为色达拉鲁五明佛学院。然而，西藏境内以实施班禅大师为主的几位著名佛教大师相续圆寂后，中共当局接二连三地强拆了色达拉鲁五明佛学院。去年6月20号，中共当局又开始强拆色达拉鲁五明佛学院，并要求色达拉鲁五明佛学院寺管会于2016年11月前要驱逐2200名学员，其中包括1200名僧尼和1000名居士。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达波苏囊诺布对此表示，中共当局强拆和驱逐色达佛学院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宗教组织、政府和议会纷纷谴责中共的这一行为。In December last year,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expressed its concerns on the demolition of Lerungar. They have adopted a resolution condemning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February this year, on the eve of the 34th sess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6 experts of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expressed concern and gave a written presentation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which stated that they were concerned about the destruction and demolition of Lerungar. 此外，10月23号，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西藏儿童村学校迎来57周年庆祝活动。此次的校庆活动以达赖喇嘛尊者提倡的世俗论理为主题，举行各项活动，其中包括西藏传统歌舞表演和体育比赛等。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罗萨桑格作为主要嘉宾，在发表讲话时，高度赞扬了西藏儿童村学校在过去50多年来为流亡藏人的教育事业所做出的极大贡献。此外，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波索南丹培也作为嘉宾发表了演讲。议长谈到流亡藏人在达赖喇嘛尊者的卓越领导下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绩，还赞扬了流亡藏人教育体制的进步，并引述达赖喇嘛尊者的教导，指出西藏儿童是西藏民族未来争取自由运动的种子。西藏儿童村是西藏流亡社区最大的寄宿制学校，成立于1960年。目前，西藏儿童村学校已发展成流亡藏人儿童受综合教育的中心学校。由于过去每年有数百名儿童从西藏流亡到印度，西藏儿童村学校在印度的分校从印度北部的拉达克扩展到南部的贝勒库北，目前在校生达15000多名。
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